弟兄姊妹好，我喺上一個 video 咧就開始講到聖經預言以色列嘅復國啊，講到聖經預言猶太人咧唔同嘅地方咧被招聚翻嚟，咁咧呢個當然我哋已經見到啦啊，咁然之後咧就預言以色列復國，咁咧我哋亦都見到以色列復國。但亦都我喺上一個 video 嘅最後提到呢件事，就係我哋基督徒當中咧就有唔同嘅意見，有啲人咧就話今日嘅以色列咧就唔係聖經中嘅預言，係要等聖經預言嗰個以色列復國係一定要另一次，呢個今次唔似咁我哋就睇下嗰個原因喺邊度，有啲人贊成，有啲人反對，係咪？咁啊，第一個咧，先講贊成？點解贊成咧？就係以色列人從世界各地翻到去巴勒斯坦，呢個冇人可以有爭論啊，冇人可以否認。你上一個 video 我亦有講過，有好多嘅統計數字講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地嘅猶太人嘅數目啊。就係近年咧19世紀末開始到好多嘣一路增加到今日，咁就回歸呢個冇人可以反對而且回歸咧係聖經預言係，咁回歸之後咧，梗係要立國啊嘛，係一個回歸嘅副產品嚟噶嘛，唔可能話翻到去之後咧就坐喺度一堆烏合之眾，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啊！仲且咧已經係預言之事，因為上一個 video 我已經講咗咧，聖經已經講到明啊，係佢哋翻去唔止翻去，而且咧喺以西結書就係成為一個國家，唔係有一個皇帝，咁所以根本係預言之事。咁當然有人就話呢個唔係，呢個可能另外一個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政府出現都唔定嗱。因為咧聖經冇話過你可以話你翻去啫，冇話過你可以立國，但係立國係一個副產品，梗嘅啊，唔需要講。譬如咧喺巴比倫翻到去被擄70年之後，然後從巴比倫翻去猶太人，佢哋有冇國咧？佢哋當然當時喺人哋嘅統治之下咧，就唔可能有個皇帝啊。但係咧，如果我哋睇以斯拉記睇尼希米記咧，我哋睇見佢有首領、有省長譬如咧就係以斯拉第5章14節古列王從巴比倫嘅廟出嚟，拎咗啲嘢出嚟，即係從前偷攞咗嗰啲聖殿嘅嘢就交俾派為省長嘅叫做設巴薩即係話當時佢有省長喎，而且有長老喎。以斯拉記仲講到佢有長老，就後來咧就慢慢咧就眼見咧，同埋喺以斯拉記見到佢哋有士師、有審判官、有就嚟治理河西嘅百姓，咁即係話佢哋根本就有一個統治嘅系統，只係佢哋冇皇帝咁解，因為嗰時佢哋係唔可能。咁所以今次咁當然啦，如果我哋話咁從巴比倫翻去，聖經有冇話佢哋從巴比倫翻去之後咧，可以有一個統治嘅系統咧，治理百姓系統？冇講到，但呢個係自然啊嘛，翻去就梗係會咁嘅，所以呢個唔應該係話聖經自然你翻去冇叫你立國咁樣，簡直係講唔通嘅事情。咁仲有咧一個實體嘅以色列國嘅出現，係指向神終極嘅旨意，一個彌賽亞國度。我喺上個 video 講到嗰3段經文譬如喺以西結書37章21節到21節，講到話佢哋成為一個國，成為有一個王之後咧，佢哋會講，你會再見到神仲有好多嘅旨意喺佢哋身上，即係似乎佢哋唔只係翻去，而係成為一個合神旨意嘅一個國度。咁我哋認為咧，呢個係一個嘅呢個應驗咧，係一個過程。聖經好多應驗係一個過程嚟，係咪？咁譬如彌賽亞再嚟，咁呢個係彌賽亞嘅出現就係本身就係一個過程嚟。我哋睇見新約嘅出現基督徒嘅出現，教會嘅出現係一個過程。咁呢個
呢個以色列人嘅回歸會變成一個國家，後來成為彌賽亞國度，亦都係一個過程。嗱，我只係拎一段其中一段經文出嚟，係以西結書31章，講到嗰啲枯骨咧，先知見到嗰啲枯骨啊，嗰啲骨咧，神點講啊？佢話我先俾你哋加上筋，叫你哋長肉，然之後咧。嗰啲就先似氣息入到你裏面啊，咁果然咧，以西結先知就見到骨同骨咧就聯絡啊，唔係一塊塊，只係一塊塊嘅枯骨。咁啊，骨上面咧仲有筋，又長肉，即係冇氣息。咁即係話咧，呢個物質嘅呢個骨頭啊，呢啲骨頭啊，會連起嚟，好似一個人咁樣。問題咧？呢個人咧冇氣息嘅，咩意思咧？即係話呢個以色列呢個彌賽亞國度咧，先有一個物質世界上面一個國家，然之後咧，如果神將氣息帶到佢度啊，氣息啊，各位用四方言嚟吹喺呢啲被殺嘅人，佢哋就活啦。咁呢啲骷髏骨頭咧，只係連埋一嚿一嚿咁啊，即係又有肉，我唔止淨骨頭有肉。但係咧，佢未活嘅。但係當神將氣息吹入去咧，呢啲骸骨度咧，骸骨就活咧，成為一個軍隊啊！所以你咪睇見，好似係有兩步。點解唔快快就一句講啊？哦，你骨頭活了，咁佢跳起身咧，變咗軍隊啊？唔係啊，慢慢嚟，先見到啲骨亂埋嗱。咁為點解要講咁詳細啊？因為呢個應驗係一個過程。所以咧，先知呢個應驗，神俾先知睇呢個異象，亦都係一個過程。先見到啲骨走埋一堆，有肉有筋啊。然之後咧，佢唔係一個活人，後來活有氣息入去，咁佢就變成一個活人。然後所有呢啲骷髏骨冚唪唥幾陣，成為一個軍隊。咁啊，即係意思講話呢個應，我哋先見到復國，然之後呢啲猶太人咧就會回轉。變成認識佢哋真神嘅作為，咁然之後咧，佢就成為一個彌賽亞國度啊，需要時間啦。咁反對人反對乜嘢咧？第一咧，佢又不符聖約神學，因為所謂 covenant theology 啊，改革宗裏邊其實有好多嘅少少嘅不同嘅講法嘅。咁改革宗裏邊有一個高到最 extreme 就係 replacement theology，即係代替神學啦。就話今日神咧已經唔要嗰班以色列人，已經教會已經代替咗啦。咁所以教會裏邊咧就係只有教會，就冇以色列噶啦。神唔要嗰啲班嘢。咁教會裏面有咩咧？就係有信耶穌嘅猶太人同信耶穌嘅外邦人啊。咁啱唔啱咧？我哋覺得唔啱，因為咧神冇丟棄到以色列人。點講咧？羅馬書11章佢講得好清楚噶嘛。佢話咧嗰啲，因為佢哋嘅過失，即係佢哋丟棄咗個彌賽亞，救恩先去俾外邦人嘛，就係為咗要激發佢哋發憤啊。所以唔可以話因為我現在上帝唔要猶太人，淨係要教會以色列人拜拜唔要啦。嗱，但係神點解叫嗰啲外邦人都信主咧？就係為咗要激動我嘅骨肉之親發奮。嗱，保羅嘅骨肉之親係咩啊？保羅骨肉之親咧就係嗰啲肉身上邊係猶太人，肉體上邊係以色列人嗰啲人叫做骨肉之親。如果係信徒啊，已經係基督徒啊，我嘅弟兄姊妹就唔需要講，根本唔需要講呢段說話，因為佢哋已經信咗啊。講咩啊？就係嗰班人信，嗰班保羅嗰班骨肉之親，嗰班肉身上嘅以色列人唔信耶穌，咁所以咧，神要讓外邦人信主，就為咗要佢哋發奮啊！外邦人得到救恩，我哋未得到，我哋要落。咁又係保羅有一句講得最清楚，佢話等到外邦人嘅數目滿咗，於是猶太人、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即係話要有一段時間。所以神並未丟棄咗猶太人，而係猶太人要有一段時間會成為教會嘅一份子啊。咁所以佢哋話唔啱，咁唔啱，神已經唔管嗰班
猶太人啊嘛，嗰班以色列人佢唔信啊，就唔要佢哋，唔啱嘅。神冇丟棄到佢哋啊，神仍然係眷顧佢哋。嗱，咁仲有啲咩嘢講法咧？就話聖經冇預言讀，而且咧佢哋班人冇禱告，因為咧我哋睇見聖經預言應驗啊，譬如啊，從巴比倫回歸，因為一早預言之後但以理啊祈禱，相信自但以理咧一定仲有好多猶太人都會祈禱，聖經冇記載啊，咁又冇人冇預言又冇祈禱，嗱，呢個第一咧就係錯嘅，呢句說話就係錯嘅，因為咧。唔係話冇預言有啊，而係佢哋冇睇清楚而已。仲有冇禱告咧？咁一定咧就係呢個禱告係可能等到以色列變成一個離晒國家真正靈性復興就需要禱告啊。預言咧就亦都有講，但係咧亦當然佢哋要真係悔改啊，認到啊呢個耶穌原來係真彌賽亞，就需要好多人嘅禱告。或者係外邦人禱告，或者嗰啲信耶穌嘅人嘅猶太人嘅禱告。嗱，咁咧仲有人話呢班猶太人咧就根本冇悔改，根本仲係仲有啲唔似話唔信耶穌，有啲根本就唔信猶太教，裏邊仲有啲無神論者啊。我同意，我知道猶太人現在好多係無神論嘅啦，已經咩？嗰啲人悔改嘅點會嚇？俾羅馬政府趕咗去嘛？就係因為佢哋把耶穌釘喺十字架上。咁現在又唔悔改啊！咁居然神俾佢復國啊！記得嚇，神喺以色列頭先讀到嗰節嗰啲經文喺羅馬書11章嗰度講到，喺佢哋唔信嘅狀態裏邊，有一日佢哋會全家得救，所以佢暫時冇悔改。將來咧佢係會悔改嘅。我讀咗兩段經文啦，就係以西結嗰段經文啦，有個羅馬書11章經文，就知道咧我哋遲早有日呢啲人會悔改。咁仲有一番講法咧，就係正統猶太人唔承認係真嘅啊。今日有一啲正統嘅猶太人拉比咧都話呢個復國唔係聖經講嗰個復國啊，唔係，咁咧。咁正統猶太教裏邊有人承認，係咪等於我哋就要同意咧？正統猶太教到現在都唔承認耶穌係彌賽亞，咁我哋係咪話耶穌唔係彌賽亞？因為呢啲嗰啲猶太人拉比都唔話唔係啊？呢個好簡單一個回應啊！佢哋嘅意見唔等於真理，係咪啊？OK 啊？咁仲有咧就講到呢個國家咧，由一啲唔信嘅猶太人領導嘅我唔知道猶太以色列總理係信乜嘢，或者歷來仲有好多嘅猶太高官咧，可能根本就係無神論嘅，仲有信仰淪亡、道德敗壞咁我可以相信裏邊一定有好多係道德敗壞之人，但係咪已經講咗佢現在回歸嘅第一步。後來佢復國之後，先復國，佢嘅靈性先再復興嚇。仲有一個咧，就話聖經對以色列嘅預言應該係寓意解釋，不能照字義解釋。咁點解咁講咧？聖經咁多預言已經照字義應驗啊，點解仲係咁講咧？主要咧就係講到以西結書就後邊講到。嗰個第三個聖殿講到上面仲獻祭嗰各種嘅預言咧，睇個樣咧就唔可能俾佢哋仲獻祭。明明知道耶穌已經就係嗰啲牛羊牛羊即係代表預言預表耶穌基督，咁點會以後佢會再喺度咁樣又有聖殿又有獻祭又仲有宰牛宰羊等等咧，又過逾越節等等，點會咧所以所有嘅以色列復嘅預言咧，就應該係照靈意嚟解釋，寓意解釋，唔可以照字義。但係咧，問題係因為我哋睇見聖經預言嘅應驗，好多係照字義，唔係寓意譬如彌賽亞第一次嚟，係咪照字義啊？唔係寓意解釋。猶太人回歸先唔講復國，回歸。係咩啊？字義抑或係寓意睇住一個一個咁落飛機咁，仲有得講
啊。咁所以咧，我哋嗰啲聖經預言好多係照字義，所以以色列嘅復國應該係照字義。咁以西結書後邊嗰幾章嘅問題咧，就係有好多人話嗰個聖殿咧係千禧年聖殿啊，咁或者無論如何，我哋將來放長隻眼嚟睇，我哋相信聖經嘅預言係好準確，神嘅話唔會落空啊，所以我哋可以相信上帝。咁我就講到呢度，咁記得再翻去以色列人嘅歷史係上帝嘅一個見證。我哋已經用咗好幾個 video 時候亞伯拉罕講到佢俾人趕到世界各地，俾人趕到世界各地，又從各地招聚回嚟，現在已經復國，咪最可能真係等最後一秒鐘，耶穌就翻嚟。咁我哋睇見整本聖經嘅預言全部應驗啊！我哋感謝神，或者講到呢度，上帝祝福大家，再見。